这个光复乡的光复商港有一位英文老师，是伫个现场调度志工救灾。讲每一届志工要上岗进前，伊拢会用温暖的话语来鼓励着志工，而且用歌声来表达着对志工满满的感谢。像伊就来献唱着光辉的经典歌曲《家后》，结果这个影片是伫个网络顶小报小落，为这个灾区注入一股温暖的力量。 摕大机喇叭，穿青色的服务志工家，徛伫咧椅下唱歌来感谢志工。伊是光复商港的老师Peggy。你们今天真的就是我们台湾最美的风景，谢谢大家。伫咧现场负责指挥，逐摆做工课进前，拢笑眯眯来甲大家鼓励。志工听甲真欢喜，心情好，精神对咧好。 讲话趣味，提醒大家唔通乌白发酒，互卡车司机，都惊啉一个酒醉，赛车会负危险性。Peggy 老师用歌声、笑声和三叮咛四欢呼，感动人心。 给我们希望，给我们光明，你们其实才是我们的光。非常认真的一位人师，也是一位非常认真的一位经师。为前线助力正能量，让灾民更有勇气向前大化行每一步。 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